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26章。国门的班次记伫下面。可拉族阿萨的子孙中有可利的囝米斯利米亚。米斯利米亚有7个囝，大个是撒加利亚，第2亚帖，第3西巴底亚，第4亚提列，第5以兰，第6约哈兰，第7以利约乃。俄别以东有8个囝，大个是示玛雅，第2约撒拔，第3约阿，第4沙甲，第5拿坦业，第6阿米利，第7以撒加，第8比奥利泰。上帝赐福俄别以东，伊个囝示玛雅嘛有生几若个囝，拢真有才能，管理因老爸的家。示玛雅有6个囝：俄顶尼、利法叶、哥比德、以利撒巴。以利撒巴有兄弟以利户甲西玛加，拢真有才能。这个是俄别以东的后代，因甲因的囝、因的兄弟拢真有才能，熬办代志。俄别以东的子孙有62人。米斯利米亚的囝甲兄弟拢真有才能，共18人。米拉利的后代何撒有几若个囝，最头的是辛利，伊虽然毋是大囝，毋过因老爸设立伊做头。第2希利家，第3底巴利亚，第4撒加利亚。安尼何撒的囝甲兄弟共13人。这个是圣殿守卫的班次，照因的班长分派，甲因的兄弟做伙伫上主的殿服侍。因无论老还是少年，拢照因的宗族抽签，固守逐个门。抽到固守东门的是示利米亚，伊的囝撒加利亚是真有才能的顾问，人甲伊抽到固守北门。俄别以东守南门，伊的囝守仓库。士兵甲何撒固守西门，甲伫上行的路的撒利基门，守卫甲守卫相对。东门有6个利未人，北门逐日有4个人，南门逐日有4个人，仓库有2个轮班。西边走廊有4个人伫大路，2个伫走廊。这个是可拉后代甲米拉利后代守卫的班次。利未人的中间，阿希亚管理上帝圣殿的府库，甲圣的器具的府库。拿但的后代，吉顺族属拿但做族长的有亚希伊利。亚希伊利的囝西坦，甲伊的兄弟约尼，管理上主殿内的府库。暗兰家族、以斯哈家族、希比伦家族、乌色家族的人嘛有职务。阁有摩西的囝吉顺的后代谢布业管理府库，也有伊的亲族以利以谢。以利以谢的囝利哈比亚，利哈比亚的囝以赛亚，以赛亚的囝约兰，约兰的囝谢基利，
细基利的囝示罗密。示罗密甲伊的兄弟管理府库内剩的器区，就是大鼻王逐个宗族的领袖甲军队的官长所献的。因将战利品圣化归上主，用作修整上主圣殿的路用。先见撒母耳、基士的囝扫罗、尼尼的囝押尼尼、洗鲁雅的囝约押所献的物，所有圣化献予上帝的物，拢归示罗密甲伊的兄弟管理。以斯哈家族有基纳尼亚甲伊的囝儿做官长甲审判官，管理以色列圣殿以外的代志。希伯伦家族有哈沙比亚甲伊的亲族1700人，拢真有才能，伫约旦河西边监督以色列人办理服侍上主甲王的事。希伯伦家族照因的族谱，亚利亚做族长。大卫做王第40年，调查希伯伦家族，发现几若个有才能的人住伫基列的雅舍。亚利亚的亲族有2700人，因真有才能，做族长。大卫王派因伫路边迦得、马拉西半支族的中间，办理上帝甲王所有的事。